全款98萬，直接可以喺珠海呢度攞低呢度全新精裝嘅南北通4房啊！就呢啲咁嘅價錢，直接唔需要睇咩樓梯樓同埋二手樓啦，直接過嚟睇呢個全新嘅精裝一手單位啦，全屋帶埋精裝修，單裝修呢度咧都可以幫你慳翻幾十萬，你簡單買啲家私家電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橫廳嘅設計，呢度開間有成7.5米，出去呢個露台咧都有成7.5米咁長啊！哇，呢個露台真係任你發揮啊！而且呢套單位咧首期俾10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啦。全屋嘅家私家電咧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啦，而且廚房咧做咗開放式噶。呢套單位咧真係我喺市面上未見過咁實用嘅。呢套單位先係100個平方出啲頭嘅咋。往前少少咧又有我哋嘅大型商場喎，衣食住行呢啲乜都齊晒。門口咧亦都有直通巴士，直接翻到港珠澳大橋同埋拱北關口啊！呢啲咁嘅位置，呢啲唔需要質疑噶啦。主人房做咗270度嘅採光面，喂，全款98萬就可以攞低啲咁靚嘅精裝單位啊！如果你有興趣嘅，下方留言，我俾資料你睇一睇。